樣唱歌為什麼會咳嗽？那邊講口的。怎麼讓我對客家有興趣啊？你看你啊，哎，那同街道有一張是我好傻哎，一下我的偶像是羅斯福。來喲，來釣鬧嘢咯！三五六那衝啊，心路開喲，莫從各位心上，鬧嘢到你睇，鬧嘢強下來，向前面要睇下好啊，紅姑啊！呀，兩禮拜啊，係啊，有可能請唔到參賽嘅朋友啊，嚇，有可能哦，所以啊，兩禮拜要特別計劃啦，冇啦，香省擂台賽，誒，你一本嘅客家嘅那個幼苗有嘛？對啊，從小扎根，係咪？我哋培養起來，所以今日嘅特別計劃我都嘛係。香省擂台賽啊，有搶到新一組嘅香省，分做傳統組還有流行組。哦，來強下來比賽，連咗2禮拜嘅比賽，累積賽哦。參加了比賽有獎金呀，有乜嘅電路？當然有啊！你買節目鬧嘢大擂台呢？係咪？係嘛？我累積2禮拜。鬧嘢大擂台千壓啊，千招啊！你要有唔講啊？係嘛？好像2禮拜呢，好像累積分數上有哦，每1禮拜一本哦。2禮拜累積起來有190分，就說在出風暴，還有拿電路。190分，當高分啊！當簡單就拿得到。簡單，佢1禮拜至少有95分呢。哎呦，真的啊！係啊，你要算數好啊！哎呦，190啊！190呢？係啊。哎呦，這個製作單位根本就送東西吧。每個小朋友對唱歌唔係講當厲害，對嘛？唔過有獎學金啊，有獎學金啊，有獎金。你盡量會算係鼓勵嘅性質啦，什麼太時間啦，有5000塊、3000塊、1000塊。所以按樣放眼看過去嘅嗰度風暴，杜方有獎金，有電路。2禮拜還蠻有啦。1禮拜，下禮拜都會表落去。哦，所以有一多錢呢？5000塊、3000塊，還有1000塊。哎，我真講說聽聽呢。哦，要加要講啊。有。哦，唔講翻用硬鏡嚟用差唔多。硬講要打佢啦，可以啦。有什麼咧？唔係，排水夾開啦，咁啊。當開係啊。哦。哎呦，有沒有唱到新一組啊？也看到係流行歌叫做啊。流行歌叫做，你看等一下哦，係嘛？好，但是按你說呢？小可的比賽唔係真實的比賽，所以呢，有唱到評審欣賞啦，一般小朋友都會建議鼓勵性的比賽啦，哈，所以有唱到有3位欣賞的介紹下嚟。嘿，好，歡迎陳偉欣賞、馮奕煥欣賞、洪一軍欣賞。好啦，俺就馬上來進行下嚟鼓勵性的比賽啦，哈。歡迎 TV 有喊帶來哆來咪。我來彈個啦，來。你跳高高咪咪笑，太後眼又
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哈，哎呀，等他感冒好，好嘛？哎，跟大家問好一下。問好，哎呀，來，來跟大家，跟着電視機前面那個2號有沒有？2號叔叔。對啊，那電視機前面有成千上萬的人在看你哦。對呀，你就嗨，跟大家嗨，你好。你是誰？佑涵，佑涵吶，你今年幾歲呀7歲。 7歲呀，啊，你剛剛唱的歌是誰的歌啊？阿西老師的。阿西老師的歌啊。你是說劉少熙老師嗎？啊，不是那個陳柏正阿西老師哈。他應該距離他太遠了，太遠了。陳柏正是誰？啊，你是搖滾童謠的那個成員對不對？啊，對不對？搖滾童謠第3班對不對？第3代的啊，哎呀，7歲耶，7歲啊，那你有常常出去表演嗎？有嗎？有啊，你表演過幾次？你有算出來？5次哦，這麼多次。去哪裡表演？啊，有去到哪裡表演？你還記得嗎？還記得嗎？你有記得去哪裡嗎？是不是有去？有沒有去嘉義？嘉義燈會有沒有？有啊。是不是有去台北燈會？有啊。哇，我是你粉絲哎，哇，你都比他還了解。對呀，那還有去哪裡？嘿，是不是還有去西門町？有嗎？沒有啊，西門町你沒有跟到哦。西門町哈。你現在有開始唱在搖滾童謠唱歌了嗎？還是跳舞？都有，很棒哎！真的這樣唱跳不容易。哎，幾張氣勢呢？給跳下啲畫面當紅，騰那個頭給跳都愛用，對不對？你有沒有覺得自己很棒？對不對？你會唱歌又會跳舞。你好臭屁哦，還說自己有。他真的很棒啊！他才7歲，你7歲有這樣嗎？我7歲沒有，你7歲也是還在偷爸爸的錢吧？還在流鼻涕啦，流鼻涕。7歲還不懂啊，還不懂錢的重要。我是大概國中以後了。哦，國中以後。7歲時間你的中嘛？對啊，我們還在流鼻涕嘞。對啊。你看你7歲已經可以在舞台上表演了，你還上那麼大的舞台，超棒。很厲害，很棒，很強哎！而且聽說你還很會畫畫，是不是？哎呦，真的啊！很會畫畫。你畫什麼？哦，這是你畫的嗎？啊！哇，我看到一隻狗狗哎，是嗎？哎，你好抽象，那是狗狗還是貓貓？很抽象嘞。它好可愛哦，這個畫的好棒哦！哎，這畫的很厲害。還有嗎？哎呦，哦，這是有鳥嗎？這是貼紙畫嗎？還是用什麼做？這是你畫的沒錯吧？還是放錯圖了？這是用貼的，對不對？對啊，有眼睛，對不對？有鳥嗎？哇，這是什麼？這是寫給誰的卡片嗎？媽媽。媽媽，你寫什麼？媽媽是不是坐在那邊的？媽媽祝你母親節快樂，對不對？啊，媽媽母親節快樂，還有爸爸。哇，這個是爸爸了吧？哎，這個怪獸好可愛哦！它如果有實體的話，我想要一隻哎。所以也英國完全是我的菜。英國有個獅哎，哇！哎呀，那是獅子嗎？年獸哦，那是一隻年獸哦。哦，好棒哦！哇，你下次可以帶來送給阿姨嗎？阿姨可以給你用買的耶，可以嗎？你用粘土捏一個年獸。你那個圖畫有沒有拿去展覽？有啊，在哪裡展覽？圖書館。學校圖書館哦。哦，那你有覺得你很厲害嗎？還不錯。有啊，有哈。哦，你很臭屁哈。還好啦，應該的吧。沒有，你真的很棒啊。他會唱會跳又會畫畫哎。對呀，哎，你真的很強哎。哦，又長得又可愛，真的好棒哦！好，對，好棒。我們唱完了，我們來聽評審老師講評一下哈。啊，看你表現的怎麼樣？好，我們請這個陳偉如老師來跟我們講評。佑涵，糖豆給衝過跳舞，感受哇，這個動力會吼。第一點就會證明幾個動作，他的動作就是完全到位。嘿，都比渾然天成。嘿，不管嘿，因為材料。攝影棚底位度可能無按台，不過糖講機有去動到無像個舞台表演很大的舞台，那一看出來就係有訓練啦，就是有訓練過，有訓練過誒，但是又是很自然，懂吃演給愛用給散發這個
亞條歌這個哆來咪吼，因為也拜我做了評判欣賞我記得我初朋友半夜的時候還就是聽了。我被搖滾童謠洗腦了，有做一些功課。那條歌哦，就是它是用哆來咪去講一些的太不強的客家話，比如說真係算係人為一條算係客家的神曲，cái kỳ啊唱到懂標準，唔過kỳ嘅漢語咬字也懂標準。就是本來我還想要挑一點毛病，不，就是我挑不到統力會真引懂吼。然後就會講，一條歌愛跳舞，也愛唱，所以他這個追蜜上所有的副歌底部最後面都是so you 朋友來跳舞，改變那個跳舞那個地方很容易會下線，就是那個音準可能。不過，有完全都沒愛用，就是讓我們覺得說，哦，這裡掉下來了，他穩住，他繼續穩住，所以那時候，除太記懂熟一條歌，很熟練之外，好，那我覺得那時候他真的生下來是要當star 藝人的，當藝歌手。我們等他15年後嘛，未來的巨星，加油！不用10年，對，都做得了，16就可以，17歲就做得了。啊，真挺濃厚哎，很棒，很棒，好，好 ，OK， 謝謝。優涵老師說你對啊，很棒，老師們也不用太那麼嚴格啦，鼓勵性質比較重要哈。好，來看一下，好，安陽就來看優涵的分數。優涵，你有看到你幾分嗎？98分，很高呢。你下禮拜92分就過了，可以抽紅包。對呀，就可以抽紅包，搞不好你抽到5000塊呢。對呀，高不高興？98分可以嗎？好，可以哈。可以哈。可以嗎？可以。好，謝謝。好，你先回做休息哈。好可愛，很可愛。從小就有大將之風，不會講傷，這兩個妹不會講傷。假以時日應該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。好嘞，殺下來。哦，殺下來啊！兩兄弟哦，晨晨還有 JJ 帶來愛辦歌。我來彈歌啦，嘿。客家伴也有漢語聽，愛漢謠聽，我有合作才一點，愛攏 people， 大阪唱歌。姐姐，我問你啊，你剛剛唱歌為什麼會咳嗽？你剛剛唱歌咳嗽了嗎？唱到一半了，那邊壓到嘞，壓到嘞啊！壓到嘞哈。福卡甜蜜愛大阪，扮台大連千扮姐，愛好扮來食挑戰，愛扮節奏同扮馬，扮馬切扮路扮人，絕世扮拍裝扮人，扮人一時時，唱跳向古嘅下人，老江湖同有溫水，客家扮也有漢語聽。大阪唱歌，丟電影客座。
愛打扮，扮台大連天扮地，愛好扮女殺雕仔，愛扮雜走同扮馬，扮馬鐵扮路扮人，就是扮爬裝扮人，扮人意思意思，唱跳唱鼓別下人，路江湖同遊我水，客家扮了漢語甜，愛漢就甜，來有客種菜以前，愛樂皮泡，打扮唱歌，就電影客錯，學扮行唱歌，貴人破了，上跳探戈，有電視來坐，少年電探戈，愛樂皮泡，打扮唱歌，就電影客錯，學扮行唱歌，貴人破了，上跳探戈，有電視來坐，少年電探戈。哇，自己掌聲鼓勵一下，來，自己晨掌。晨 JJ，哦，哎呀，爸爸來了，爸你爸來了。們兩個，哎，很棒很棒。我靠，哎，你看謝謝抹窗的時間就抹嘛該了，對啊一窗的時間好像就是雞同上身一樣。臭假包，哎，臭假包一模一樣哎，完全一個模子印出來。韓秋夜起天，很冤勇，哎，錯錯。還有陳明宇，佢唱歌啊，龍皮對啊，對啊，因為做較實物、較正經，哎，哎，錯錯。因為做傳神夾爸爸嘅，嘿嘿嘿跟完全那個彌陀。來，去家介紹一下，來哥哥哈，哥哥，哥哥來跟大家介紹一問好，來下，跟大家問好一下。問好，好來。大家好，我係鄭相信，鄭兄先，今年幾多歲？今年幾多歲6歲， 2歲啊6歲，哪有可能2歲，很難呢。大家好，我係鄭相琪，我係4歲。 4歲啊，很棒哎，晨晨 JJ，很優秀哎，你怎麼教的？一個6歲，一個4歲，就是哎，第一部腿當好唔會驚啥？沒沒，個表現都很好。平常時節，你嗌到個朋友強下表演時節，是會突擊到送推啦。嘿，所以佢就隨到要管啦，每次都講從小就在耳濡目染就做。我之前就喊他飆誒，他晨晨一衝，他會緊張，係嘛？嘿，錯，佢演色咧啦，因為佢骨小咧，所以就拍會秀咧，嘿。係啊，六才會緊張有嗎？害羞的那種。對啊，會緊張嗎？JJ不會哈，我看得出來你不會緊張。哦，你剛剛好忘我呢。對呀，對呀。你剛剛是不是一直在看那台電視裡面自己帥不帥？有沒有？黑馬，因為有。對呀，他一直在看，所以我就想說，看我表現的怎麼樣？對呀，然後我就趕快把他站在那邊不讓他。他看到阿北，馬上把臉別開。對，別開，然後他表現得更自然，又更好，哎，對啊，完全是爸爸一個模子印出來。因為啱到見到，啱到見到重構嘅時候好電啊，因為啱平常你舞推當播可能有偶包，不過啱見到免錢嘅時間，我利用啥高的時間？所以你不看咩，要安尼唱歌啊，點安尼，啊記啊會學，會學愛，嘿，錯。佢哋還有特斯拉 KTV 冇可以哈？哎呦，特斯拉 KTV，佢哋茶浪風唱歌啊，哦，係啊，哦，因為你下特斯拉有麥克風啊，所以你走咧夾那個車上的音響是走咧重構啊，對，應該是說是土雞六龍沙強還六人啊，碰上片啊，哦，現在都要就是靠兒子，流量就高了，博取流量哎，小孩子的這個流量都很好，哎，真的呢。你們兩個今年是不是有去參加比賽？有沒有？馬甲比賽，馬甲比賽，上個比賽，你去衝上個，沒衝啊？那衝來探看啊，好嗎？好。
你走在衝嘛？走在衝哦，衝嘛該三個。你來衝嘛該？衝嘛該三個。平板。平板哦。衝一下，來。好。對喲。哦，按槍哦。真係厲害，嘿，當厲害呢？厲害，還有店名嘛？啊，有店名嗎？有店名嗎？冇，講愛講。姐姐，有店名嗎？冇，叫水蛇獎啦，水蛇獎就淹水水蛇去比賽啊，有鼓勵的獎哎，錯，如果去講。他不要最小獎，他要最大獎。那你就要繼續加油啦。姐姐，我問你哈，你剛剛唱歌為什麼會咳嗽？你剛剛唱歌咳嗽了嗎？唱到一半呢？那邊熱到咧，熱到咧啊！熱到咧哈。你係腳動會嘛？腳會癢嗎？不會啊。不會啊，那你為什麼剛剛坐在那裡一直抓癢？琛琛也是一直抓癢嘞。看台嘅幾多好啊！你有冇多冇水嘞啦？對啊，冇水凍住。當電影講真的哦，真的，小孩子搞不好就是帶財來的。哎呀，對啊，你要好好拍影片，拍一拍，然後大家就注意到，哎，注意到也就給你帶財了。哇，當小孩子看大家都像大人呢。不得了片。好啦，來，衝出嚟啊！湯平時欣賞嚟公平哈，槍一環欣賞。來。嬸嬸老 JJ 哈，你給不給看到你的個演出哦，真的很，我大概從頭笑到尾吧，真的，沒哇，太開心了，大家都歡喜，然後吃演呢，係啊，我感覺聲音啲舞台當紅表演最難的一件事就是愛本幾條不用強鬆，對，但是我感覺 JJ 哈，他的姿勢啊，他是這樣。他是很有表演欲嗰種，非常放鬆，對，三個人那樣嗰種，哎，感覺係小版的周偉哥在舞台上，複製貼上啊，非常可愛，非常可愛，對，應該，然後你咁樣其實係欣賞你哋嘅表演，對，俺們係上到俺這個時間，俺嘅表演可能沒有他們那麼的享受啊。對，你小時候也是會被逼着上台表演嗎？冇，我細個時候跳舞，在第一舞台當紅跳舞，對，所以唱歌可能經驗就比較少，對。然後剛剛看到他們就覺得，哎，歌曲一來直接進入那個狀態，就上升了。對，哇，好厲害哦！所以我覺得我今天比較像觀眾，對對對，俺們係欣賞嘅係觀眾朋友，對對。所以我覺得真的。非常期待記得以後如果組個男團或是重唱組合，哎呦，哇，兄弟團哈，你看剛不剛沒也不錯，這樣，說對嘍。嬸嬸還負責，今天是負責整個抓住整首歌的重點，音準的部分。啊，JJ就是整個舞台放帥，對，放電，表演就會哇，我就是帥這樣，對，兩個人組合在一起 perfect。完美，對對對，但他長大就是曾仲偉嘞，對對對，好棒，也不錯，所以好棒，對啊，我用但是我對不起，有爸爸，不過他長大就是曾仲偉了，很棒。爸爸有這個做音樂的才華，對嗎？哎呀，媽媽又按不唱歌，哎呀，所以兩個這麼好的基因生出來這麼好的小孩，用兩用在自然等一下。其他記得以後嘅歌曲，創作老表演。哦，好，來，現在來看你們的分數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麥克風幫我們擦得很乾淨了啦，你們兩個。我們要
要看分數了哈。好來，來，我們來看琛琛還有 JJ 嘅分數。哇，97.3分。什麼信上？啊，信上啊，信上的欠勉啊，欠勉啊，哎呀，底條間。好來，兩個鞠躬，謝新夢信上，台七高，好，謝謝哈。好了，轉移也可以哈哈。好了，好，兩位先回座休息哈。好，把麥克風帶下去。坐在那裡。我很等一下哦。而且這兩個小孩這麼優秀啊，這爸爸媽媽會覺得很驕傲。然後啊，嘿呀。好來，殺下來，躲心呆淚，冰淇淋向前衝。哦，冰淇淋。哎呦，我聽人愛，Queen向前衝。你今日有乜個才藝要表演嗎？嘿，烏克麗麗。剛學不久對嗎？學5年。哦。誰？你跟我講，你的老師是誰？可以換老師的啦。老師。对呀，哎，这个看起来就是。你創東本呢，台中之風。台中之風，真的。哎，台風東後哎。對啊，你很適合
去到舞台當中衝過，你很有藝人氣息。對啊，多心動力會呢。對啊。係嘛？哎，自家介紹一下。客家人來。嘿，客家細阿妹。來。大家好，我係多心。哦，你講係對嘅，係嗎？係嗎？嚇。佢係哪邊人啊？我係新婦人。哦，新婦人啊。哦，新婦講佢哋會較多。跟有加入嗰個安尼。嘅乜嘅搖滾童謠嘅係嘛嚇？係啊，佢係搖滾童謠嘅官方發言人。官方發言人啊，係嘛？因為客語懂好，客家話懂好，又唱又跳懂厲害。是，因為客家搖滾童謠嘅，夾個12歲就推出嚟嘛，廿一度歲。13歲。13歲了，國中1年生。按樣，你推出搖滾童謠了？還忙哦，你用真的留下來助教，係嘛？助教哈，你咪給官方發言人啊？對，官方發言人做在做一生意。你當初為什麼想要去嘅安尼搖滾童謠去學習？因為我爸爸有幫我看過幾多個影片，有佩奇師母嘅改編劇，讓我爸改編劇，係強榮改，所以佢就讓我講做得戲。哦。去試鏡就差個。有共同的朋友就出來吃到，哎呦，我冇嘢做的咯，本來可以下啲有興趣嘛。所以你從細就同校唱歌嘅表演嘅嘛。哦，你是有看到個案子想去報名，啊，第一擺有過嗎？冇。那冇唱跳還冇歌？很厲害，冇。係啊，也係兩張很厲害，嗰兩時係蠻厲害。因為我嗰兩時特色咧。特色啊！你第一擺去報的是。所以我就叫。哦，就叫啊。緊張啦，有冇緊張？可能第一擺去的時間可能才3-4歲，因為4歲到11歲、12歲。6、7歲啦，6歲吧，哈。你第一擺去的時間幾多歲？幾多6、7歲，就係小學差唔多你個年紀，係嘛？也係4歲。1年級。1年生，就6歲到12歲。啊，佢得第一擺去，咱個隔一年，第一擺又再去啊，係啊。哦，就過關咧。就過關咧。準備好咧，就唔會很緊張咧，係嘛？按要咩咁樣同嘅乜嘢？有限於表演當到地方係嘛？哦，咩咁樣？嘉義沒有去過。有限係人學妹吧？有。啊，台北燈會也有去。沒有哦，很厲害。也係學姐啊，很好救的吧？對，一定要參加過檔的是，難怪佢哋舞台當中起得就。吃到唔會緊張呢，來兩片咁會緊張，亞陽旁啲杯都會緊張冇？會啊，邊個杯表演係較緊張哦？都強人。哦，都強樣哦。啲兩片咪7加以上緊張冇？係啊，唔7加以上。哦，喺團體嘅話，可能就較冇人緊張。團體跳唔錯也唔怕，就夾夾唔錯。你7加以上跳唔錯就跳唔錯。你今日有乜嘅才藝要表演冇？烏克麗麗。哎呦，加分題哦。我剛好有一支烏克麗麗。你剛好有一支烏克麗麗。對啊。是不是白色？那不是我。旁邊有一個 peg，對不對？對。哎呀。哦，我拿給你，我剛好有一支。他的借你好不好？哈，他的那個白色烏克麗麗借你。對。哦，他還剛好有帶一個 peg 嘞。那不是我的嗎？啊，是你的嗎？這你的嗎？哎，結果不是白色，它是紫色。紫色，這是你的嗎？哦，原來是你的。哦，原來是你的。哦，我不知道，我剛剛在外面撿到。對啊，我們剛剛撿進來放的。對。還連着 peg 哎，這麼巧。那你幫他放一下，好吧？好，來。所以你要彈什麼？我要彈一閃一閃小星星的單音，因為我譜忘記帶了。哦，單音啊。單音啊。好。我不會背譜。哦，你不會背譜啊？你太誠實了。背和音的。那要老師加節奏嗎？不用不要破壞我們哦。怕打亂你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你有其實都可以。都可以哦。你要試試看嗎？好，他說可以試試啦。好，讓你試試。預備起，來。
嗎？可以嗎？可以哈。感覺得出來，你剛學不久，對嗎？嗯。剛學不久，但還算不錯啦，因為他沒有帶譜啊。啊？你學很久了，大概多久？5年。哦。所以你跟我講，你的老師是誰？可以換老師了啦。你老師，你說一下，你請問一下，欣賞的嗎？哎，冇一定係欣賞的問題啊。啊？係冇？因為我自己不會背譜。哦，所以你是不是該背譜？是這個意思嗎？哦，所以你如果看着譜，你就可以彈得很。因為我想說這裡沒有東西可以架。我可以幫你架啊，我可以當麥架，那個譜架。寫很多和弦。哦，哎，他也蠻會牽拖，他理由很多哎。所以到底是他的問題還是老師的問題？是你問題還是老師問題？老師是不是那個？老師有來嗎？是不是曾仲偉？是姓曾對不對？是姓曾的嗎？姓曾的老師，老師遮臉了。哦，你看他在瞪你啊。老師，我其實去國小時節動強誒，國小的時節咯。對啊，我教佢都冇強係冇。我教佢哋從東到客家歌，係從客家白山歌，我咪要教佢哋從。從東到，不過佢橋裏去國中以後是好冇練啦。哦，好5年呢。係好東橋。5年吃到安陽做得冇欣賞。還有進步的空間。會做得啊，東門啊，錯。 5年還在彈一閃亮晶晶。他比較有把握。我比較有把握。對啊，因為他怕我們這邊沒有譜架。哦，是，對不起啊，拍謝。其實我們電視台譜架很多。很多。對，你看我們後面老師有沒有滿滿的譜架？全部都是譜架。嘿，有沒有？哈。啊，下一次你就跟我們講，你就要求一下。這個借口就不能用了哈。對。好了，唱完了，我們評審老師哈，搶一軍欣賞。好，那麥克風你自己拿。來，好來。好。杜煖，你好。哎。哇，我真的，剛我看到更加好聲音，就是小朋友你好，就是越來越覺得我們客家流行音樂，有點接軌了那個韓國女團，真的就會有看到未來的。女明星，真的。好，我先講，我好多彈雅俗歌曲啊，應該講，我覺得你練習的很多，包括老師的對你們的訓練都非常的紮實。你的節拍啊、速度啊都輕穩，你的音色沒清好，你的嗓音沒清好。整體來說，我覺得其實都從啊清好啊，我還是有聽到一點點小緊張。可是我剛剛偷偷講到緊張，其實我上舞台的緊張，我覺得沒有不好，就是緊張可以練習，把那個緊張變成是讓自己更專注你要做的表演。這個是我自己的心得，就是緊張沒有不好，就是你接受緊張，然後同緊張，把它轉變成更專心你要做的表演。好，這是我的建議。哦，什麼緊張？謝謝。與緊張和平共處。對。哎，松步腿就有一些緊張。對。就不用慫，沒錯。但是你看他們這個團體表演的時候，真的就是客家的韓團。哎，真的，都要繃好緊。真的很厲害。哦，有一種 tension 的感覺。你以後的夢想想要怎麼樣？到達怎麼樣的境界？你有沒有比如說一個目標？對呀。唱歌嗎？唱歌，就是比如說我想要當那個以後的誰，這樣子。做我自己。做自己。然後你想達到什麼樣的程度？我可以做最大的程度。最大的程度。要大到多大？全世界嗎？全宇宙。你會不會很想當歌手、當明星，然後以後在大巨蛋開演唱會？漢地有沒有這個夢想？有哈，逐夢踏實，安陽就會多多加油。有夢最美，好吧？好，那你要努力加油啊！要加油啊！哈，至少下一次要背譜哦。快講分數，好來看一下朵心的分數。哎呦，哇哦！
讚哦，98分，98分，哎，下禮拜加油哈，好 ，OK， 好，恭喜你啊，什麼多心，楊子誰？以後不要亂丟哈，剛剛被我撿到了哈。對啊，好，楊子誰？謝謝哈。好了，殺落去蔡杰帶來愛有一隻夢。好，我來打，好了。手勢就會有滾筒嘅，一看就底下有滾筒嘅學員，學員，你看佢家啲唱嘅時間，全部嘅多心嘅有限，全部都會呢，都會比，係咪做通俗啊？所以人家就會出去表演一條歌嘅，啊，全部就唱下比啊，一條歌嘅歌詞啊，你係嘛？跳下條歌嘅係手語歌嗎？哦，係真是有去學手語係嘛？真的有學手語？有。哇哦！就是啊，你會其他的語言的手語嗎？不會。就係兩條歌唄嚇。誒，唔講係吃到按用動學，因為有啲位可能聽障嘅朋友按用就啲多歌詞，啲會讀嘅講嘛解。講含義哈。嘿，對不對？佢同家樂妹全部係搖滾童謠。對啊，所以在搖滾童謠裡面，真的做了好多東西呢，懂厲害啊！你有沒有覺得很慶幸可以加入搖滾童謠？
有嗎？有哦，我記得去年還有同友漢強下來倆片衝嘛，兩三強下佢兩三去年係兩三強下哦，還東京中哦，今年真的是落落大方的，有訓練過冇強用呢，真的。去加州表演係嘛？啊，好棒啊！你真的好優秀。漢語沒變好呢，客家話是不是也變好？我同佢講嘛，你啲會卡會講行嘛？嚇？會講。會講行。我同埋人練習。爸爸同媽媽都有同來練。哦，所以個前面個兩個主人也爸爸媽媽係嘛？啊，佢一唱一吃醋的個片呢。係咪？但還是全部都是你們的小孩啊？對啊，連朵影那個朵心呀，幾枚碟影呢？啊，沒有，全程幾枚碟影，全程幫忙拍攝就差不多。哦，對啊，爸爸媽媽也是。有時嘛用同佢特別訓練啊，我有機會講張，跟行義章有辦法，對，很優秀，很優秀。哦，還去講故事比賽哦，還有得名哦。哎呦。家電就懂厲害了呀！用漢語講係嘛？有呢位決賽哈，有呢決賽啊喲！好厲害，懂強，繼續加油哈，就會得到優等。來，這個唱完了，來，唱給偉如，你看了，你有沒有想說趕快跟美玲生一個？很想，對不對？有這個衝動。好可愛哦，他真的。蔡健，中國真情東後堂。記得我初本在做了功課的時間，我看迄一條歌，我有一專門嘅現場表演，哦，大家都係比了手語，都是比手語，然後有知道，我對個想哦，我準備一條歌嘅時間，我對個想根本表演嘅蔡健，係咪要不全部邊唱邊跳，一邊用那手語，哇，真嘅全部都做全套，都厲害。然後全部一起表演那個聲勢，可能哇。順後誒，沒空啊哦，在那樣跳，那樣表演哦。對，真嘅。那我一條歌，我因為搖滾童謠嘅關係，我兩位也分享，我知道。邵熙老師真係做東後堂嘅一童謠，我張迪啦。因為以前對邵熙老師嘅印象就係，我看到佢我會敬重，因為我係很多比賽的參賽者，佢都會評判審審。太有威嚴，太有威嚴。對。不過張迪佢嘅作品裡邊都講到，哇，這個和平。遠離戰爭，哇！就是本來知道用些嘢小朋友唱歌嘅感覺，本人要純真的角度，懂感同安用。好，當然就係唔單唱安用哦，蔡健佢嘅老師也懂好。係頭先佢哋講老佢講話嘅時節，佢哋嘅佢講嘅客家話呀。我知道也動章，真係爸爸媽媽有真係有本佢同好嘅環境，還有支持鼓勵啊，真係希望有懂到安用嘅客家嘅家庭。客家家庭。係。那最尾上我知道，那我也愛鼓勵你，要鼓勵采潔的地方，就會講你所有嘅進歌嘅地方都進得非常熟練。然後你保持得非常的輕鬆，很鬆弛，一種感覺，希望你做得待到未來，不管係5年、10年還是20年，就是你在台上要做得安用快樂嘅唱歌，最重要就係要希望，帶到台灣有安用好嘅環境，然後有這個和平的世界，可以讓這些小朋友，做得有好嘅。平台來衝過，哎呦，懂好。好，讚。什麼先生？你以後會有什麼夢想嗎？我有一場夢。目前還沒有定。那你有沒有偶像？Lisa，那就是我啦。對呀。那你會挑 Lisa 那個嗎？那是什麼？Lisa 那個跳那個後，我覺得好性感，好好看。對，來，考一下。他現在看你聯想不起來。哦，考一下。蔡健嘅分數。98分。哇，你韓國又怎麼
全部都很這個分數厲害可以嗎？很高分呢。可以哈，表現得很棒，下禮拜加油，好不好？好 OK， 謝謝你啊，謝謝，希望未來的 Lisa 哈，哇，你到時候真的變成 Lisa 的時候，你不要忘記我哈。他變成 Lisa， 你應該還很健康啊！我應該還在。好了，沙來，總體值帶來，你丟都好嗎？好嘞，躺過啦。媽媽是副修聲樂，副修還有一個主修黑馬主修鋼琴。那鋼琴應該很厲害，對不對？啊，你學幾多年？11年。11年呢？3歲就開始學了哦。好嗎？会变成少女。你上一班來是街舞女孩，我上來是那種街舞女孩。對呀，哦，哎，他完全冇強用的哦。15歲這樣感覺上很就是蠻熟的呢。8年了耶，生命誰指的？對呀，長期唱師範欣賞的歌也就低嘞。對呀，也是。我們花蓮來的一定要唱四位老師。四位老師的這個高門那個高徒，對。嘿嘿，沒有同師範欣賞給評給發通了天數啦，因為裡面懂會跳舞嘛。哎，金錢雷上一次來的時候還跳街舞什麼的，很忙的嘞。對，衝狗衝色還會跳舞啊。哎，對呀。
啊，今天有要跳嗎？今天沒有了，今天沒有，休息，唱歌就好了，是這樣。因為你就悄的從實地欣賞各位表現一下就好了。所以你在花蓮的時候，就是常常會去找詩慧老師去供他一練歌，就操。應該給他樣片。我應該我已經欣賞改就是一些表演影片或者他的歌來聽，但是我有時候也會去查他在就是鬧熱的影片這樣，對。表演的樣片來看來學習。對。哎，你還國三，9年生。對，9年級。9年級，那明年就是高中。明年要讀高中嘞。對。對啊。你要上個讀嘛好高。華岡藝校，華藝哦，台北了，你有台北讀書？對，已經考上了。考到嘞，哦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新夢。對啊。哎，華藝出了青島人才呢。對啊，華藝有出來有誰？大 S。大小 S，青島啦，青島，他們華岡幫的青島啊，好多哦。阿雅給掉啊，對，佩斯給掉，我們全部都按走起。對啊，哇，那希望你進去以後也努力學習，你下來哦，以後在演藝圈也可以發光發熱這樣。希望能夠，對不對？那這個以前有機會啦，因為已經唔單止會唱歌，兼會跳舞，有基本嘅帶，過去專業學校地方都學習。然後又很活啊！你剛剛看我們一唱完了，一唱轉了幾個不可愛，看到2個老前輩，唔會講傷啊！哦，對呀，這很好啊，就跟大家可以打成一片。其實演藝圈就是這樣子，你越活潑，你越讓人家注意。對，人家點某功法，你那點某功法，你就會貼貼厲害哦。那個比如說，哎呀，暗藏實力，有冇？一開嘴就嚇死台前人。那個就是，所以我不講話，一鳴驚人。我一開嘴就嚇死你們。對啊，要不然你看，比如說攝影機只有比如4台5台，對不對？啊，你如果不講話啊，如果整個有10幾個人，你就被埋沒掉了。哎，你如果一直活，那導播就會說，哎，那個一直動來動去是誰叫給我停住？那個照他一下，對，都是話很多的，有冇？哎呀，對。TVB 書都有注意嘅，對，懂貨，我覺得很棒。好，來，重提來唱一環欣賞公平。好，來，停之後，欣賞好。我喺 TVB 彈你唱歌，家我有彈其他嘅評審上講，你喺唱跳，懂厲害哦，懂不跳舞？東大宋嘅根本有冇看到？還有一期用禮拜累積。我懂其他你唱跳嘅用嘅，然後你根本嘅從較文靜的歌曲，唔啲係對抒情的歌曲，唔啲係叫我嘅用嘅嘛。因為你有然後你嘅音色，你的特色有唱出來，因為倆數個誒，我感覺東南嘅地方係嘅大音其實很難唱。好，對，我感覺你嘅聲音有放輕鬆，所以才可以比較平穩的唱出來。我覺得這是東後嘅地方。對，高音嘅你們有老你嘅音色很明亮的唱出來，我覺得就是有。跟世慧老師不一樣的感覺，你有唱出你嘅你係你嘅歌嘅感覺，我感覺東後，我咪暗後，東後，對，東後暗後，希望以後客家音樂有你嘅你的自己的一立之地，對不對？期待你以後嘅唱跳嘅歌曲啊。沒有你嘅創作歌曲，怎麼講？我也很期待，對不對？感覺那個客家音樂圈有救了，唱而優則創作。對，沒錯。我想補充一下，因為我之前嗰種有彈過田子聰，伊唱過誒，一擺我印象底部伊做，好像是熒光色的服裝，熒光綠，對，熒光綠和熒光黃的那一集。金碧在彈唱抒情歌曲，因為那時候唱的是節奏性比較強的歌曲，對，就是偏快歌。我感覺你進步輕的呢，你的聲音變得比較就是我們講成熟，但成熟沒有不好，就是
你就是邁向一個真的要學習唱歌、走向歌手的路，我覺得你進步非常多。青豆，然後睇到以後先生講嘅大音的部分啊，本意的建議就會。可能因為進入青春期，有一次結婚抓不到那個唱效的距離，所以就是你反而不要用力，你把它提起來唱，就是不要去壓它，反而不要去壓它，你只要吐氣，把聲音出去就好了，就不要再因為我不見得每個人都有那個低音，不要硬要用力去衝，好，尤其什麼哦，我覺得女生就是男生可能稍微還可以。再跟一下，對，反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是吉娜姐姐，就是她整個都是暢通的，你懂嗎？好，所以提起來唱低音就可以去練習呀，看事情。我覺得你真的很棒，真的。新風信上，好，來，看一下兩個分數啦。看一下總品質個分數。對。67.7。哎呀，不錯啊。他禮拜去強鬆衝。對啊。會跳舞一下哈，反正有超過190分之後有抽獎，搞不好你就抽啊5000塊也不一定。哎呦，對呀，好，希望哈，謝謝，也可以啦。好的，下來總水們帶來熱頭髮。好嘞，頭過啦。總睡美啊，你好，哎呦，也是美女一個，哎，之前有來過，哎，同劉玉鳳先生來，嘿，佢安尼客家兒童客家，哎，嗰啲客家兒童合唱團，合唱團的應演，哎呦，好厲害喲，那你們應該有常常出去表演哈？我現下冇參加咧，哦，也冇參加，之前有參加，嗯，啊。
兒童應該都差唔多小學生的嘛，也喺國中生，很多在參加。有國中生。哦，咩有國中生？哦，哎，你家是幾多歲？幾多歲？14歲。啊，剛好在這個成熟長大要變女人。變女人的時候，你現在應該有點那種變聲期，有沒有？幹嘛？所以會變聲啊？我不知道。有，我們男生也是啊。以前年小時候就會聲音很高啊，然後突然慢慢就會變很就會變呆嘞。對啊，那些性徵都會出來。誰沒背？他以前也是啊，他以前唱歌跟鄧麗君一樣嘞。蔡幸娟。你可能比蔡幸娟嘛啥？他一臉茫然。鄧麗君差不多啊，他們兩個也是同個那個。小城故事多。俺們有兩種聲音。對啊。走在鐵路旁，我背着吉他。給媽比了，然後嘞，做得嘞，差不多嘞。對呀。哦，哎，這樣媽媽也是聲樂家。媽媽是副修聲樂，副修還有一個主修黑馬達，主修鋼琴。哦，鋼琴哦。所以你應該是從小被媽媽逼着也是要學鋼琴。對，等我學鋼琴黑馬，幹不？小時候就是媽媽那個有讓我去雅馬哈學鋼琴。鋼琴應該很厲害，對不對？還好。來，我們請那個。這個自詡為鋼琴很厲害，顏值還算，顏值擔心的，顏值擔心你應該看得出來那位吧？可以。我們來這邊彈琴。我們想要見識一下你漂亮女孩彈琴，從小開始學鋼琴，然後現在來表現一下。來，你這樣按你學幾多年呢？11年。11年，3歲就開始學了哦。哇，11年了。小康老師幾歲開始彈琴？我大概20歲。20歲哦，所以現在學了40年了嗎？沒有，還不到30幾年。對，而且我這個鋼琴也是副修而已。哦，副修。來，我們來看一下。所以這個鋼琴 OK 嗎？這會不會太 low 了？啊，很好。哦，no 的已經是我們這邊很高級的。高級。啊，你要彈什麼曲子？要跟我們介紹一下嗎？舒伯特的詼諧曲。哇，舒伯特你會不會？詼諧曲，有他這麼詼諧嗎？我不會。他只會跑，可能會舒跑的那個廣告曲。對，舒福特，我可以了。舒福特，好。舒伯特的詼諧曲哦，好來，俺就開始嘞。站旁邊，我都以為我在演奏廳。對，哦，你這個應該可以到國家音樂廳級的哈來表演，對不對？演奏懂厲害呢。你看，你們倆，你手這樣比起來，你跟來老師，你手也這樣比起來啊，你看，這樣幹什麼？要走馬。對，五短必有一長嗎？你看，就是他的手指很長。老師的手指，你看看起來就很短。對啊，對啊。他不是看起來，他真的很短啊。哦，真的很短。哎呀，很棒！來，中東不得懂，是孟小康老師哈，謝謝我們主修脫口秀的小康老師。懂厲害呢，真的。你看給他數啲嘅畫面當中，懂獎哦，數字。用彈鋼琴嘅聲，我已經一直懂紅。那個作者是你爸爸是不是？
對。哦，爸爸女兒優秀，對，優秀，媽媽沒來啊？媽媽有來。哦，沒有來。媽媽也有來啊。她排泄啊。媽媽排泄唔敢出來啊。哦，所以要除從細就培養。從細都有訓練佢培養佢哦。其實冇特別的培養啦。其實佢3歲時節，其實看媽媽的彈琴，佢就上會學咧。其實上去鋼琴嗰邊亂彈。媽媽冇去主動。可能是有點興趣啊。不是媽媽逼你就對了。你自己想學，你去給他學會學哦。小時候還沒有，就是大概2歲的時候，我好像就趴在鋼琴上面隨便亂按。你就好像那種鋼琴神童一樣。沒有。如果現在走在這個，比如說這個一些地鐵啊或者什麼有鋼琴在那邊，有沒有？現在很多有沒有？有啊。然後你會過去彈嗎？不敢去彈。周媽還不敢。為什麼不敢？你就都在吃寬啊，你就啥都按講。對呀。對啊，馬上就被 po 上網，很漂亮。大大方方的。哎，你已經學會了，你不是脫口秀的？沒。他會啦。我以前。他這麼會寫，一定會的啊。會寫。詼諧曲，他基本要的吧？是會學還是詼諧？詼諧，就是好笑的意思啦。對，好，你很棒，很棒。懂對啊，來，對，唱一根欣賞的公平，好。好，睡眠好。欣賞好。頭都伊開在唱歌嘅，今日要唱應該講係愛聽老嘢最上堂多嘅熱頭髮，就客家國歌嘅。唔過伊開上啊，我就有同一環先生討論過，你好像應該是唱合唱團的學生誒，就是你的發聲啊機制比較像唱合唱團。你應該講學過美聲，或者是比如說媽媽，聽你分享說媽媽會唱聲樂，復修聲樂，那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有影響，就會也有可能你參加國立合唱團，也有可能就是都會用美聲的方式去發聲。有一點。因為我講給他唱流行歌曲，我們會要求的，應該是說比較大眾審美的音色會比較前面一點點，所以你頭都唱純甜，我們講話就是純甜，所以如果你用美聲唱會變純甜給你頭髮。你頭髮就會有這樣，可是我覺得這個沒有不好，這只是選擇，就是選擇就是你要最後怎麼樣呈現。不過我覺得，你有合唱團經驗，然後媽媽就培養你學音樂，我覺得這些都會是你未來在表演上面很好的基礎。你喺學方面從啊緊張，應該講給你最太愛談到的建議就會緊張會影響你的呼吸跟換氣，所以其實頭都在準備的時候，我反而會有一個小方法建議你，因為越緊張你會越鎖喉，還有人會很，這時候我都會，我像我學生我都會建議他直接喊出來，就是用 R A E O U 的母音去 R A E O U。你把這個氣喊出來，不然它會其實卡在這邊。一定要 I U 都可以，就是你都可以。不行這樣 Y M C 好 A 啊？為什麼？因為 Y 你會岔掉，因為它是開母音。所以我們會就是應該說你合唱團，媽媽從聲樂會要求比較立起來、比較遠的聲音。對，就是用那個把喉嚨打開，因為金總就是越來越說，也很愛建議。然後我覺得你今天還是一樣，因為我還記得你之前的表演時間，我就有聽過你唱歌了，我覺得還是有比較進步了，並進步非常多。好，加油，謝謝，很棒，還有1禮拜。對啊，你下次也可以用波莫夫做的了，波吧，波是波還是波？波啊，波莫夫。好，來，哦，可以嗎？總是每個分數。好來，還有 Q 是幾分？下禮拜。你下禮拜拿93分就超過190就可以抽獎了。
嘿，好，什麼水妹？加油加油！嘿，也可以哈哈。好了，先回座休息，安子先。好。他也是神話一哥，有嗎？怎麼讓我對客家安有興趣啊？對呀。就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這有沒家長呢？管很啊，冇。來看你啊。嘿啊，幾條漢你손。嘿啊，來看你啊。哎，你同記得有一隻小學生誒，佢寫我的偶像嗎？嗯，我的偶像是羅斯峰。三國音樂會，哎呀，今日有請到作動嘅田傳義三國比賽少年組嘅選手啊，來到我哋節目度唱歌俾大家聽。冇錯，尤其係後生人啊，有啲咩要來比賽歌啊，係嘛？誒，唱三國韻味唔會輸太人嘅，冇強樣嘅感覺，聲音咩冇強樣。雖然你向下扎根嘅同學嘅一件事情啊，來分享 TVB 係第3名嘅趙星賢帶來三國志。好嚟彈我啦嚇。從兩邊出去比賽咧，進步同多。係咪？是那種動力嘅哈。我家啲個呢，休息室嘅時間哈，啊你捌走嘛，啊今日在對起嘛，我說喲，
誰冇在唱歌誒？結果我都看一下，原來是孫演吶。只有孫演啊，還旁邊上那是16歲。16歲上到暗歌。今後啊，全部有 Kiss 阿姨啊。牛卡，你是生長在巨人家族的還是？沒有。我卡你全部懂歌嗎？沒有。冇。June 哦，June 貼片歌，哎呦。哎呦。集精華於一身。其他全部懂愛。沒某一愛吧？165。誰165？我爸爸跟哥哥他們都165。哦，真的哦。爸爸100，按媽媽嘞？媽媽一般啊，158。哎呦。你要不要回去查一下 DNA？ 啊。你同亞爸亞妹上對啊。有啦。有哈。還是你是隔代遺傳，嘿嗎？沒有可能。應該是吧。應該是啊。哦，沒有可能哈，莫討論給他成功啦。對，真的。一般都討論。16歲那天上到暗台戲，真的。衝得暗吼。暗吼，哎，真的以後啊。真的以後啊，哎呀，2片初一還有男會議練習嗎？有啊。有啊。所以你下擺聽100去參加田傳業的比賽，聽100。哦。記得之前有副英雄歌，聽100以前冇得名吼。成績冇安好。聽100冇得名，啊，聽100將開始有一比，將得到第3名。啊，名人將一比就聽1名。後年將一比就聽1名。咩冇一聽哦，冇聽錯盲眼就聽1名。冇年的啊？唔會啊。唔會。就窮人哋2片開始嘛，係冇。當年就人才輩出啦，講真的。簽咪要到好生意，為了接觸到傳統客家山歌嚟。所以要這個要精進自家。哎，後來2片出去以後，有請哪位先生去學習？謝啟國老師啊。謝啟國先生哦。請對人的。對。真的請對人的。哎，難怪。東多好生的那裡哈。難怪啊，看佢也唱歌，真的就是跟彌陀師傅的好。辦了解到東腔吼，有訓練過的。係啊。有做在專業比賽的啊。係嘛，然後還有給我的媽，那個。哎，要怎麼形容？就是自信啊，還有自信品。我嘛，你有上過這樣的比賽嘛？會嘛？有啊。哦。哎呦。等哦。係啊，好嘛。好。其他人做來。你傳統組的也流行歌去做。都有啊。都在參加。對。全部都有報。都有。哦。哎，唔過奇怪先生，不是，再講嘛。但是，你難得有個獨到，你會徛跳，對，可能你內邊的，他也是神話一哥，有嘛？哎呀，門前嘛個就回答就1兩10事的啊，不會做的啦，還有上癮做的啦。你同亞來講法，佢會同安南都是冇。他根本不理我。哎，冇按我在幹車嘞，好冇？哎呦。那就明年再繼續加油了，好嗎？好。還有其他東西咩做得多練啊？係冇？車機位先生嗰邊還有搞鑼鼓啊，學鑼鼓啊，現那個調都有好嘛哈。學倆調都你衝上過就有嘅。對。哎，咱問一下，你怎麼讓我對客家安有興趣啊？對呀。就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還因為家長的關係。沒有。冇，就完全很客家。客家上可以。佢其他吃到後堂，佢可能沒有吃蔥鍋，吃到自己嘅嗓音都適合，係唔係？佢唔係客家人呢。係啊，都難得。真的，謝謝你。感謝。感謝。係，有倆身上互動我看。就是你應該想要參加個，你是應該有一個目的還是什麼？是。我覺得不錯啦。覺得不錯。不能這樣講，怎麼不錯而已？你是有沒有什麼？我是希望我來做客家山歌王啊，要從心念啊。還是我參加這個客家的這個相關的歌曲比賽或者什麼？我有朝一日我可以碰到誰？還是碰到羅時豐嗎？來看你啊！係啊，幾條你的手。來看你啊！係啊，來看你啊！哎，你同記得有一隻小學生誒，佢寫我的偶像嗎？在翠上面當紅，我的偶像是羅時豐。小學生的各位，老嫩太細都喜歡你羅哥。小學3年級，他老師都嚇到，還特別被拋出來。對啊，老師還拋出來。翠上面不是發一些奇聞異事嗎？對啊，所以真的。小學3年生。對，這個小孩子。
可能要帶去看眼科啦。會啊，可能要看牙樣片。樣片。哦。好，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繼續加油。OK。鑼鼓啊，演的啊，記得繼續加油，好不好？喊一百有比較輕點啊的，好。好 ，OK， 謝謝。聲演，所以別讓錯，哎，謝謝。你是誰？好來，沙下來。沙來，聽一秒嘅文字搶到了肉山歌。好，彈完了。自江東江呢？誰沒按江啊？有那種古典美女那種對，有，真的，然後有點那種丹鳳眼，有沒有？對，他古典那種胸哎，他沒有給你這叫內雙啊，對不對？還有內雙哈，對啊，你這個內雙是叫你要有年紀，
你到了一定年紀，那個歲月整形外科，它就慢慢就會變成雙眼皮。就窮啊！我以前就是單眼皮啊。還沒黑。你看呀。臉變雙眼皮。對呀。臉現在是貼的啦。啊，真的。你去 Google 一下我以前的剛出道的照片，就是跟你一樣這樣。哦，真的。超水腫的。因為我們現在還有嬰兒肥，所以等那個嬰兒肥退掉以後，雙眼皮就跑出來，所以不用擔心，就表示皮鬆了啦，不用擔心，皮療的，沒有，志強那你還多少？13歲，13歲，國中1年生，國中1年生，國中1年級。按帶那邊住哪裡？住哪裡？大安區。啊，特別是哦。太有氣哦！哇，蛋黃區呢？這是蛋黃區，黑啊！哇，這個家裡環境應該是英國黑啦，英國黑。應該在點頭呢。還有家裡是做什麼？小千金哦。我爸爸是做麵包的。做麵包？對，我爸爸是做麵包的。哦，同樣共用哎。烘焙啦。烘焙嘿。烘焙啊，他們家以前也是做烘焙的，也是在大安區。我們以前在忠孝東路。大安區嘛啊。黑啊。216巷啊。黑啊。哇靠！大宋。我就一直吃到個阿飄哥，個梁師傅，你有冇買起來？哦，我現在躺平。哎呦，個梁師用煮的啦，係嘛？對啊。哎呀，大宋。對啊，東大宋。你的彪哥。要不然我現在還需要出來工作。對，彪哥沒眼光。真的。彪哥真的是買什麼東西？所以你在大安區，爸爸在哪邊做烘焙？什麼路？福坤。不確定。啊，不確定。不知道。太多間店了，是不是？不是，爸爸是去哈肯布。哦，哈肯布，我操！哈肯布跟師傅係嘛？對。哦，哈肯布跟師傅。那個是你爸爸嗎？哦，爸爸。爸爸。爸爸同阿婆係嘛？哦。爸爸有搶個麵包店的一個師傅呢。爸爸是麵包師傅。係啊，麵包師傅，你聽說聽阿公阿婆去好3個嘅，錯冇？因為爸爸做麵包店的正經都冇閒，很忙啊！是。所以你應該從小就吃麵包長大的。對哈，你會現在看到麵包會不會覺得哎呦，啊，會嗎？爸爸做的不會，爸爸做的不會，哎呀，你同來點多呢？因為我細時節看到個阿飄哥的麵包啊，就吃到會講。發錢呢，較好吃。對，所以我知道你會接觸客家是因為阿婆的關係，是不是？旁邊那個阿婆是不是？阿婆係客家人吧？係阿婆客家人啊。所以阿婆也強用帶大安區，帶強下，強生也強下帶強下呢。哦，真有機會土定去去啊。對，係啊。喺同那位先生學習。羅英英先生。羅英英先生哦，哎呦，非常傑出的先生。羅老師，你看他也是自己精進自己。也還博士。現在從碩士，然後現在變博士。好厲害哦。對啊，那就表示他很閒，沒有事做。你懂英欣賞嗎？我如果忙得要死，我哪有時間去讀書啊？對不對？某一天啊，時間就是對了，要擠嘛，對，很多人他就是時間管理大師。他會運用得很好。你們不是每一天啊，你可能在線上課場沒做得的，拿到給他學分就做得了呀。所以我其實蠻佩服這個羅老師的。志強嘿第100參加天傳夜比賽嘛，第100哦，你們參加200嘞。係冇啊！今年聽100上台有他冇競中嗎？他唔會競中嗎？有啊，有吼，難怪會拿到聽1秒。哦，跟唔送拜參加有得獎冇冇？沒聽1秒，哎呦！所以也拜有聽1秒，哎呀，哎，沒咁厲害呢，吼。哦，我得聽1秒哦，專業你就同阿婆，當你用客家話的練習，練習練久了以後，客家話要講到熟了以後，三個就懂不衝嘞，吃也就怎麼衝，信手拈來就會衝，跟韻味就會行啊出來，因為你上東江，你的音色非常的美，真的非常的美，又乾淨，謝謝，又清亮，你現在就是還少了一點穩定度跟韻味這樣子而已，對，尤其這東西加強就會拿到第1秒。對，好，加油啊！現在是比你天穿日還緊張。真的嗎？知道緊拿麥克風緊轉啊！有些小馬要同佢轉開了，哎呦，真緊做得開呢。
哦，莫緊張，莫緊張。明年繼續加油，對，明年第一名就該你了。因為第一名的不能比了嘛，對不對？第一名的他不能再比少年組，對，強勢用年組這麼的比。哦，不能啊。你夠這樣年紀了呀，他已經壓線了啦。哦，是哦，那等下好好來訪問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謝謝你啊，加油，繼續加油。希望你繼續為客家這個傳承，好不好？OK，努力哈，OK，謝謝，也可以哈。好，來專業的，來，謝謝，很可愛。哦，真的。感覺出來激動緊張。那第二名就唱完，那我們現在歡迎第一名嘅總心意帶來平板。挺好，哪幾多擺第一名咧？當數啊，當數啊。還能比？冇啦，今年比都擺咧。幾擺咧？今年係第四擺。第四擺，係冇？第四擺，你留到翻本顏色。係啦，佢最可能會翻留本開啥事咧？佢做唔得比強勢冇辦法比嘅係嘛？係，今年比睇就明年出會比。睇年嘅組嘅，我見咗冇？都係都錯。超級組嘅對係冇啊？其實我冇想
就是盲眼比那個潮記組，愛上比沙飛組之後，對啊，就是平板啊，或者漏三勾字，給條分組嘅。就慢慢的來啦，一年一個，啊，長了寫下去了，長了變一擺。是唔是按台黑毛哈？一組一組比。對對對，時間當長久嘛，慢慢的來。係啊。冇想過哦，一下談心就想過哦，我要發。愛動腔，然後嗰個手機係定名嚟吼，天天來，慢慢嚟來。咩表施工機，你下長壽年組做唔得比咧，咩睇咧，係冇人生的規劃冇共用咧啊。所以長壽年組嘅多啲多些。18歲。18歲以下就長壽年組，18歲以上就成年組嘅多少？係。其實今年有到那個兒童組，有多一個。兒童組啊，有來過啊，有。兒童組嘅有來。來表演過，係。我今年有大家兒童組請好，啊，如果要喊下細嘅小朋友，你來。有啊。佢安尼一下開始變一變，18歲，有乜計劃？靠乜嘅學校？拖乜嘅？有一個我哋做條路嚟。冇啦，冇案件，我圖書。明年1月份吧，要比那要先考試，要考太后。哦，想要拖乜嘅太后，係唔啲？應該會老英老師考強用嘅台語吧？台大，英語系。英語呢？英語呢？哦，阿楊可加油哦！厲害哦！係啊，台大咩冇好考哦？對，反正就對藝術一方面較有興趣就錯嘅。係，愛上就是盲眼考試過了後就因為2月到9月就是脫太好開學嘅時節，你要暗藏嘅時節。有好期呢？好2月到9月。嘿，然後愛就想我去藝術行政方面去去實習。有找到了嗎？台中嘅歌劇院吧。歌劇院哦，真的啊。就是它裡面有那個藝術行政的工作。對，然後就他可以實習之後呢，然後他就可以考那個證照，然後還會有那個獎金誒。獎金嗎？那兩時6班。那兩時會去？應該考到了嗎？有落去嗎？冇啦，愛想我先考試，先考試，就是先考太後，然後太後考了後就想就是再去報名這個，然後實習，然後再考試。他也比較有資歷嘛，台藝大也可能就他不會留用給嘛，不會用給。在台中歌劇院真的蠻漂亮的，東江，有去表演過嗎？沒啦，沒有啊。對啊，等羅哥帶我飛。不好意思，我去過了。啊，應該的啊，你蠻認真有咯。我還跟長榮交響樂團。哇！哦，你衝嘛嘅？啊？你衝幾下歌啊？用時衝嘛嘅？最後係，那有可能。好啦，誒，繼續加油哈！動力開。有啊，有嘅心情。樂器同時啊。有啊，愛，因為呢應該愛吧？對啊。我主修是聲樂啊，然後副修是鋼琴，然後貴重嘅時間有撈那個恰奇貴欣賞，後三高，然後就愛弦，還有大鼓嘛。動力開啊，真係乜嘅都愛。其實你一考嘅術科，你都做在表演倆條啊，係冇吼傳統嘅樂器。哎呀，反正你唱到安吼，安尼節目應該有乜個特別雞巴啊，有冇一聽就會有腔。會啦，係咪？因為按上了按講按等一下，係啊，按有演員，啊，好，繼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謝謝安志姐，好啦，謝謝，回做消息哈，長壽年組的青年一屆冠軍啊，對，應該要問他說你有沒有什麼建議給這晚輩？還有上誒，就練習了，一直練習了，愛吃到去豆蔥，然後還有。最重要嘅係咬字嘅部分，你一定要先念歌詞，念歌詞，嘿，然後歌詞念髒，後就加旋律，旋律把它唱熟，然後多唱，然後氣，尤其是漏散歌，一聽會久，嘿，然後散歌字的嘛，散歌字的話就是。
基本上就是不要被它的那个音，它的那個虛字，然後帶走那個原本的那個字的那個就是字的發音，然後평半秋黑，一聽哎。就是柔，一定要柔，就是你不要唱得太硬，不能像散狗字唱得這麼硬這樣子。大概是這樣。哎呀，是夢世界冠軍。對哈，兩位老師在講，有在聽啊，有在聽哈。重點就會學你要練習啦，學你要多多練習，你散狗就會唱得好。多講，多講，哈。安子生，謝謝安子生，哈。哎呦，今日。安尼搶到安尼，搶手演出的優秀的歌手來唱歌本，他個彈啊，相信他個咩彈得非常的歡喜啊，哈。係啊，迄假使講真呢，好唱歌的朋友，安家喺歌唱比賽節目啊，好唱歌嘅格格來報名啊。打電話來096667人等台一個打電話。好，今日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多謝，謝謝啦哈。係是夢經驗主動填成你嘅，謝謝。搶手演出的挑戰名，安子生，繼續加油，安子生。是孟小康老師還有我們最欣賞安子生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辛苦了啊，下班了啊。是孟獻超公眾演員，辛苦了安子生。好，下禮拜莫唔記得一天都準時時間呢，老年大力腿，老年共好來，再見。